观众朋友，今日过顺心无？欢迎再次收看福起来，係阿明哥劉孝敏。講起退休啊，吼，一般人會認為講，我哋過早期，認為50歲啦、60歲都可以退休嘅。但是聽到時代嘅進步，更加人吼，過到60歲人，其實更加身體還改好。如果想講，佢60歲退休以後，還可以做乜嘅事情？你今日有請到來賓咯，其實以前係我哋福起來早期嘅一啲來賓，係我哋劉秀基博士。咁幾時間咯，原來我哋咧節目時間吼，伊係講伊自家嘅研究嘅方向，但是聽到疫情已經結束嘅，3年後我哋咧劉博士過來，又開始來看下爸爸媽媽時間，我哋福起來有啲機會邀請到伊來到我哋咧節目地方去分享講，其實更加吼唔係告訴我哦。以為有另外嘅身份，你等於講，伊睇人生嘅下半場，以自家設計嘅無強嘅課題。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我哋劉秀基博士，秀基姐來到嚟現場。秀基姐你好。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劉秀基，來自屏東內部，我今日喺度睇紐約市。好，記者反映吼，因為其實秀基姐同我係算是我即個前係太細細啦，嗰種我出隻都係記者，冇都係秀基姐。我想請問一下吼，因為上一班來台，我哋咧客家電視台嘅時間，其實係已經係3年以前嘅事情吼，因為疫情嘅關係，後來中間這個冇歸來國家嘛吼。但是我係咪開始時間請同我哋咧觀眾朋友再一次收緊你這個好冇？好，我以前的話睇嘅康奈爾醫學院做教書，但後來睇8年前咯，後來都專業，而家睇嗰時都睇嘅金融投資公司做一隻，更加咯我身份咯係睇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做一位財務總監，最近羅頓公司喺美國上市。但是一兩部分的工作其實係差過一樣吼。咁你咪同觀眾朋友睇下說明下講，幾時節我想講我去專個入嘅工作，同時幾時節有個感覺到講專業工作要做乜嘅一啲練習啦，無論研究冇。我睇以前康奈爾醫學院做教書嘅時間，做為10多年，嗰時間咯都好2008年開始嘅雷曼兄弟嘅一些事件，所以呢股市各方面美國全世界嘅經濟呢唔係咁穩定，所以好高嘅經費嘛會有些問題。嗰時都開始想講，係咪自己要考慮講，我嘅未來的10年20年按用我的規劃，我自己嘅職位如果職場，嗰時都開始想講，係咪要換另外嘅跑道？因為我喺啲地方係華爾街嗰圈。所以呢，經常會接觸到嗰啲有關金融投資嘅東西。所以我對佢睇得個有興趣。聽見咯，如果因為嗰時間生物科技一個領域嘛，做到好有前途性嘅發展。所以咪講，我以前呢生物科技嘅生物醫學嘅背景可以同一個結合。所以嗰時都有想到講，也許我可以做嘅生物科技投資一方面嘅事情。但是呢，嗰時間我想睇得。生物科技嘅一個領域，但是我冇嘅投資金融方面嘅一個經驗，所以後來我都做一個決定。可是這天很容咯，喺考試下還是重新去歸讀書啊？係，嗰時間啦，因為我嗰種係沒有一啲冇經驗嘅話，你要轉換一個跑道，你第一要先建立一個基本嘅嗰個知識，對不對？嗰時間我都有每ngày嗰度。喺華爾街工作嘅嗰個朋友，以前都講有一個很不錯的一個證照，叫做 Charter Financial Analyst， 特許金融分析師，那個證照，係幾好嘅證照，但是很難考，因為有3級，我考過第1級，然後可以考第2級，第1級考過以後，然後可以考第3級，明年讓100考試。所以咯，如果你最佳嘅話咯，一天都讓3年讓拿到個證照。但是個證照喺拿到嘅話呢，全世界嘅所有嘅金融機構、投資機構都是認可的。所以我嗰時我都想講，我願意花一個時間把這個嘅基礎打好。
嗰是像入嘅 CFA 啊，考試來講嘅話，就像頭都唔講嘅，伊係3級嘛，吼。咁對人來講，即個係伊哋本來係算係個門外漢，因為對投資嘅嗰種經濟類嘅東西，冇同除非伊哋專業訓練嘅部分。咁經過也考過也 CFA 以後，唔知個係咪你嚟講對專業嘅部分對有佢大嘅幫助呢？係因為一個 CFA 吼，伊也要個有3級，第一個級喏，包括嗰度所有關投資金融方面的東西啊，比如說一開始因都會先我本介紹講經濟嘅一個體系裡邊有乜個成分吼，那加另外一部分咯，都開始講唔講，按樣來做嘅樣分析一啲股票、債券或者是像房地產或者是其他嘅資產，也會嘅加出樣來決定啊，第一方面，第三個方面都看樣看財務報表。啊，因為一個會分析的公司的成長，它的也會發展的潛力的話，我看也會財務報表，或者講看嘅財務報表。那安尼翻哦，最後你哋咧講每一個資產它的風險，對也會投資報酬率，然後最後呢，如果你用把不同的資產給它組合起來，就是所謂的資產配置。那這樣的話呢，人家如有拿到一個資格的人呢，基本上如果會變成嗰度講，比如說股票分析師，啊，或者是說公司的財務長，或者是說個投資公司的個投資經理人，係，所以基本上啊，你等於拿到一個碩士用安尼長途啦，所以我們都拿到一個證照，對我來講，用出櫃台，第一方面可以處理我這個嘅投資，第二呢可以囤公司，啊，喺某啲投資公司。如果操作配置你的那個資產，安尼談方律等於如果經過一個考試，辦對另外一個專業，吼，佢由呢套嘅變成另外一個專業嘅一個算是一個達人，吼，因為有一個執照嘛，咁有一執照係後來有簽到工作冇？有，後來係經過3年，考過一個3級嘅考試以後，我都拿到一個執照，拿到個執照以後咯。我現在簽工作基本上都冇問題。咁我嗰時就簽到嘅第一個工作，都係華爾街一個美國銀行裡面的美林證券。對於啲安尼講，講競爭過激烈的一個商業環境地方，你這個時間會有適應的問題冇？還有你這個很容易去適合適應嗰種新的一個環境咯。係冇錯，你喺往一個新的嘅工作嘅場合話，我去適應嗰度東西，嚇，像譬如說，因為我服務嘅單位係屬於銀行同投資有關嘅，嗰時呢美國嘅政府把一方面咧講得清楚，有嗰度法規，嚇，嗰時我哋做所有事情同客戶談話，乜個內容全部都要有個文件記錄起來，係，按講嘅事情如果除了同入嘅客戶講述說，投資一個有乜嘅好處以外，馬一提能講有乜嘅風險，可能嘅風險，係，所以呢，一方面有幾多嘅法律嘅限制，所以了解幾多法律嘅規範，聽嚟好多嘅睇嘅個重要事情。咁同事之間嘅相處咯，因為即個用即個嘅一啲社會科技嘅背景嘛，有啲可能有啲其實係有工科背景啊，有啲係真係純商科畢業嘅。咁你哋講話時時，我有因為講冇咁樣背景嘅人，其實我本冇咁樣嘅印象。有，一定會有啊，嚇，因為每個人嘅背景冇一樣嘛。咁我哋佢包括經濟嘅客戶係咁樣嘅。所以嗰時陣我都想講，咁我嘅背景係同生物醫學有關的，生物科技有關。所以呢，我前面客戶呢，大部分都係屬於比如說這個生物科技公司嘅嗰度主管，係冇到大學嘅嗰度醫學院嘅教授，係冇到華人，都移民嘅翻譯，因為我要講中文，咁我嗰度同事不一定會講中文啊。所以呢，都盡量前講對這個有優勢嘅客戶群。等於如果你這個把以前的一啲專業嘅兩個地步嘅認識啦、好人脈啦、好同這個算是一啲我哋講能力吧，好講中文，好我講中文一件事情，再發放來變成你這個一啲新的職場地步一啲算是
无同样一种能力，但是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就讲，其实有的人会讲就讲，所谓的陌生拜访，有的人会讲会微商，想到讲，我一听人讲也讲投资的事情，人家会讲，你还没来又来帮保险嘛？可对于陌生拜访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我感觉到怪唔适应嘛。我们都去看个人的个性啦，我还有一方面，如讲，因为迄种我是从客户的观点来看的话，我们都讲，我介绍伊的一个投资组合，对伊来讲是几好的。所以我有一种的心情，我们都讲，其实是帮助我的客户做最好的投资组合。用我的心态的话，你唔会讲话个卫生啦，或者是说不好意思啊呢，因为你做的事情是对伊有好处的。咁因为以前係對學生也出來嘛，可是你即個嘛規定講，從人哋嘅做研究嘅人啊，做學生研究嘅人，而且個對於嘅財務嘅部分係用嚟處理，佢一般嚟講嘅話，唔會俾人用嚟建議咯。從每個人嘅情況唔一樣啦。個高數一般嚟講嘅話，一定都會把錢大部分都用一定嘅退休金安尼來儲蓄。所以嗰時係大部分都先看人嘅退休基金里面有那个资产配置，有適合冇？因為嗰啲人對他嘅退休的嘅財產，所以嗰方面都會花好多時間，提點解釋。因為他包括看到有的人佢保守，所以呢把嗰多錢不用提嘅債券，但是嘅債券呢是佢保守冇錯，但是也會嘅投資報酬率佢大，所以他把呢可能把冇辦法支持你這個未來20-30年的一個退休，所以嗰時我會提點建議，要把一部分標在嘅股票市場方面，就像類似安尼嘅投資組合的給他們的建議。那比如說有一方面咧係講生物科技嘅一個主管，伊等佢多一點咧錢，如標在一點的公司的股票，那邊咧嘅公司的股票在一點也會整個資產裡面可能是60%到80%，對吧？但是呢，萬一一個公司冇做長的話，咁伊跟人呢，以後會退休如有問題。所以嗰時我哋都會提建議講，喺有閒錢的時間，我分散呢到其他的股票，喺冇如其他的地產或者是其他不同型類的嘅資產。雖然一開始係因為大環境的一個改變，但是休息者把這個用一個考試把這個對的學識看變成一個投資看的一個無同樣的經驗的人生。休息下我等下我哋話嗰度個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嘅。上檔節目，我哋來自屏東內埔嘅劉秀基博士，今日喺呢睇美國嘅小記者，而同我哋講，應用係透過一個 CFA 考試，變成對嘅學識嘅，轉到我哋嘅投資嘅。中途到我哋嘅節目最慢嘅時間，你即刻要講到一件事情嚟講，後來要對我哋嘅一個大型嘅投資公司轉去一個另外一個公司，同時也公司，佢相同以前嘅學識嘅專長係有相關嘅，係咪？係，我係因為喺個華爾街嘅投資公司工作嘅時間，我都還是會不時去參加一些嗰度研討會，嗰個研討會係用咯，如世界各地嘅生物科技嘅公司，為了這個同投行同個華爾街的嗰度投資人講佢哋嘅公司嘅產品。係，假如有辦睇一啲生物科技嘅研討會，裡邊讀到嘅更加愛工作嘅 CEO 伊看到我嘅背景，有嘅生物醫學方面嘅背景，還有嘅投資或者是金融方面嘅背景，如果講可以來加入我嘅公司嘛，因為我嘅公司更加想要喺美國上市，當然佢需要像我嘅背景嘅人，所以我都後來都更加成為公司嘅財務總監。因為我哋講嘅上市係咪我哋講所謂嘅 IPO 嘅部分啊？係，錯。
咁而係乜嘅？伊個過程係樣咯。他有一般來講，台灣的公司愛去美國上市嘅話，一般的過程係樣啊。一般的話，公司是個上市，我有幾多位嘅 advisor， 如講顧問，還有投行，要提天數，提的如要找到一個投資銀行，投資銀行，他願意把人家的公司推銷給人家的投資人，提點，提一點路唔會請一個律所，那個律所還要幫你申報給如講同嘅 SEC， 如美國的證券管理的那個機構，要跟他申報，把人家公司所有的以前的財務各方面的東西呢，要申報上去，而以通過以後，能可以股票可以在那個證券交易所裡面去交易，所以是第二個。那第三面呢，如何嘅有關 finance 方面，如果人家的會計，還有所有的財務報表都要能夠公開，那一定要有一個第三方的叫做 auditor， 他要看過你所有的財報，認為說如果沒有問題，全部報的東西如何確實的，伊能會本通過，咁所以要有各方面的人，同天數，安尼公司嘅股票才能夠在那個證券交易所買賣。咁一談到行來，其實比較像是講商業方面的一個範圍嘛，吼。但是你頭都有講到講，你而家 CEO 當初係看到你即個嘛，同時有生物科技嘅一個背景嘛，吼。咁你而家有算是你即個以前 QA 生物科技嘅背景，加上你而家一個投資嘅一個能力，咁而家嘅新嘅公司地步，你等於如果把以前兩個無同樣嘅專長。下要睇下公司地步，睇下公司地步嘅話，唔知個係咪等於講實驗一部分，好，如果以這個產品嘅部分，這個嘛可以去了解，同時睇以下嘅投資一部分，嘛有人專長嘅部分咯。係，嗰所以也都係我嘅，有人講，個同人唔一樣嘅，嘛係我嘅優勢啦，嚇。因為一般做財務嘅人哦。伊不一定會記得講生物科技嘅人家嘅管線，人家嘅臨床試驗，做蠻容易，冇辦法記得。一般做臨床試驗嘅人又冇辦法記得講財務方面嘅東西，咁所以呢，我有一個好處，如果我兩方面嘅知識都有，咁所以呢，我可以同公司作為決定如果冇一樣，譬如講。我都可以同公司分析講，我哋嘅用呢不同嘅嘅管線，每一個管線，它個估值是多少錢？咁所以按你發現，我哋公司整個的估值大概多少？咁所以你同嘅投行、同嘅投資人講嘅時間，如有啲根據，個記得安尼。對我哋嘅管線來講話，我都個記得，因為係讀財務一方面，咁所以我都記得講，一個做一個方面嚇，要多錢，一多資金。才能夠完成，比如講第一期嘅臨床試驗，可以比較幫他們，就是說把一些人的管線先優先化，比如說哪個管線是比較能夠看到成果的，而且呢，這方面的管線係投資人因為過值錢的，這方面呢可以放在優先。等於如果唔知把以前兩部分無同樣嘅專業，而家合一行來，咁你話細條唔會幾多啊？係啊，嗰時大部分我嘅工作都唔係單單只是做會計，係冇如出納安尼東西，我做嘅東西比較是跟嘅策略方面，同公司做一個大的策略方向，你冇一個方向啊，是行業方面還是行業方面？未來嘅前景怎麼樣？一個所以路邊嘅個主要嘅職位，冇唔錯啦，不過冇限啦。但是呢，我哋都愛做嘅事情有意義，因為一個公司佢係開發一種有關嘅治療嘅阿茲海默症的，那佢嗰度人要講啊，會長壽，但是呢嗰度人嘛，佢是會有啲嘅失智啦，或者是阿茲海默症嘅種面，所以呢方面呢，還冇簽好嘅藥嘅，世界上還冇簽好嘅藥嘅，所以我哋都講一個公司係要做嘅東西，
佫有意义，因为有两方面的关系，一方面我即个兴趣，一方面面到讲做出伊的产品，伊的业务的话，嘛对社会佫有贡献。咁睇下工作地方咯，唔會講中文係咩伊的優勢咯？無論講也會講中文一件事情，有本帶來嘛嘅伊的算是佢貼喺你的經驗咯。咁當然啦，因為一個公司更加我哋要等於係一個跨國公司，所以呢有美國的團隊，我哋有日本的團隊，又有台灣的，又有香港，又有上海、蘇州，所以呢。某樣嘅地方嘅團隊，有中文嘅話，我同中國嘅方面，同香港、同台灣講法交通不容易溝通啦，懂冇？安尼。啊，其實像唔回想起，譬如講差唔多10年啦，嚇，唔係幾時話即係我哋咧大學地方做教書嘅時間，你即係相比10年前同10年後嘅身份，你會發現到講，而家身份同以前郭某涵還是感覺到。我哋講郭某相同嘛？而家當然佢冇相同啊，因為我今日接觸得到嘅係佢某樣嘅領域，像以前做學術嘅時候，佢單純，嗰時我都像把我這個研究做好好嘅，我主要目的都係寫研究經費，然後訓練我嘅研究生，這個做這個研究發表文章，如安尼啊，而家呢唔係，而家我一同。各方面的人一同人打交道，我學習到嗰度，有商業方面的考量，而且呢又有關係到講公司的未來，懂冇？一個公司到底係咪會成功，還是會失敗？有嗰度嘅策略方面的考量，然後還有剛剛你講的臨床試驗，懂冇？一定嗰邊要經費，投資人哦，你咪講某個東西可以最佳可以都。上到市場，那有時間還包括有一些利益的衝突。不是我在一個過程當中，我都面到講學到好多東西，然後也學到講用我團人怎麼溝通，就是 communication。因為我發現 communication 是輕鬆嘅，他爸爸有時間一件事情啊，你講法冇一樣啊，給對方嘅談到嘅想法都冇一樣，你得到嘅結果都冇一樣。不是今日我花嗰度時間來考慮講，對一位投資人的角度，你想要看某個東西，對我哋公司的角度，我哋想要達到什麼目標，最後希望就是能夠雙贏，就是 win-win， 這樣是最好的。因為我以前聽人講，其實以前對喺實驗室地方面對嘅都係嗰種儀器嘛，對人家同事嘛，你講人學生來講嘛，因為他個人嘅背景都相同，嗰時候都變成講其實能講話內容大部分都歸類同嘛，但是你更加面對嘅係一啲來自無同樣嘅一啲投資人，雖然講人哋可能投資係同樣嘅東西，但是一啲嘅背景無同樣，想法無同樣，相同都講嘅溝通一部分。係你這個後來去學一下，還是講這個本身對一件事情都有興趣？一方面，你這個要去觀察，要不然你這個會同界裡面可以利用溝通，用來 negotiate 這個些事情，要不然對人學習，這個呢又會想了以後，這個要不然會應用出來，有啲好處，你講，因為我哋你可重要點。我萬事，你可能我爸爸媽媽一定用嘅同客戶，替人講法，替人溝通，所以呢，有一些耳濡目染。雖然講小記者伊行到另外一啲無同嘅工作嘅領域，但是睇下領域地方，伊嘛學習咗幾多東西。首先下我喺呢節目，小記者也同人講，伊喺美國有冇退休嘅身份，過某個身份，馬上過來哦。翻過來，復起來嘅上個節目，我來自屏東內埔，但是今日喺美國係嘅劉秀基博士，同我分享有一個新嘅投入地方嘅工作內容。
我就想问一下小记者吼，因为你这个在美国已经喺度几多年了嘛吼，所以说你这个在美国的话，其实人家客话还是讲得几好。我就想讲，你在美国的话，有机会接触到客家的文化发通哦。讲很过少，我哋纽约是蛮好啦，因为我哋有一个客家同乡会，伊哋大部分发通路有表演节目啦，喺某路大概路安尼是东西安尼啦。咁像你喺美國嘅話，仲有部分人有乜嘅線上嘅活動，同時有部分係同客家文化有關係咯。我哋呢線上活動大部分我哋像我哋校友會台校友會，無如北影嘅校友會，我哋而家嗰度發通都喺線上舉行嘛。咁有啲我哋呢同學呢，如他嗰年有佢希望唱歌嘅啦，無如跳舞嘅，咁呢每啲北影嘅時間咯。如有大家如果聚在一起安尼，即個都可以講表演乜嘅東西。嗰種嘅時都開始想講唱一些嘅客家歌啊，因為嘅冇人會唱啊，如開始嘅時都有學習。嗰時在疫情的時間，他可以用可能講線上的一個方式，他可以向下唔管係互相的道平安嘛，互相去分享即個生活地方嘅大大細細，同時嘛我睇上面唱歌跳舞，嗰時間即個我選客家嘅一啲歌曲，當初當我選個客家歌曲啊，以前對客家嘅山歌啦，無論呢有乜嘅印象冇？我哋晚些時間，如下巴會人會做粗白戲啊，過年過節嘅時間會唱嘅戲班子來我哋呢鄉下表演，嗰時都會第一擺都開始聽到有客家歌、客家山歌嗰度。一直到大學嘅時節，因為我記得有一擺嘅夏令營，喺睇米埔中學嗰邊舉行，嗰時嘅胡全雄老師一路教我哋嗰度太轉山，用嘅來唱嗰度客家歌。嗰時嗰時我都第一擺有機會接觸到，嗰時係更加喺美國嘅時間，我哋呢嘅娛樂活動嘅時間，我都想講，剛下嚟再重新嚟學習客家嘅歌嘅，因為我哋嗰度同學全部人。會唱英文歌，會唱嗰度流行歌曲，但是冇一點人會唱客家歌。一趟見啲啦，其實以前我哋有訪問到鍾正彬阿彬嗰時節，如果講其實像以前大學時節啦，嘛有嗰種我哋六隊太轉搶人嘅一啲夏令營。嗰時節如果搞一道太轉搶人去山歌啦，吹巴戲啦，嗰種其實係學習嘅東西，你即個話有印象係咪？嗰時還有印象。如果是第一擺地帶講客家歌啲歌要分嗰度種模樣嘅，平板、山歌子、落山歌安尼。冇錯，其實像我哋一般來講嘅話，我哋會把山歌變成平板啦、山歌子啊、落山歌啦，還有我哋南部有個鐵皮嘅調，佢仲有調我哋講我哋傳統嘅客家嘅調嘅地方，唔知個哪一調係唔知個最好嘅咯？我其實個好嘅係平板，因為平板咧嘅音調個唱勁啊，現代人唱嘅音樂個容易俾人接受，但是其實個代表客家嘅歌嘅應該係山歌子，係冇路落山歌。但是你這個因為有平板嘅部分，你這個可以聽到伊嘅曲調有個無咁樣嘅變化。人哋提講你然後七通八天嘛，有時多一啲年紀以後，有時就數腳啦冇身體，還是冇人強人按發力的吼。可是你這個平常很用嚟去訓練這個冇講變這個讓這個保持一個健康嘅身體啊。係，因為更加尤其係疫情開始以後，大部分人咧工作嘅情況都有改變從我方咯，因為我公司係跨國公司，嗰陣我哋嗰度開飛啊，如係我哋咧同事都睇，有啲會睇日本、中國、台灣、美國，每年嘅時間冇一樣嘛。嗰陣我哋大部分咧會議嗰度都喺冇都清楚，喺冇都各樣部安尼。嗰陣我變咧我嘛過好調整我時間，咁我一般啊如我係等於是遠距上班嘛，如睇這個卡，只要有一個嘅天龍有網絡，我就可以到哪裡都可以
工作安尼。比如我一般的话，我会调整我的生活，就是后来时我会先做一些跟伸展操或者是男生运动这方面的好。然后呢，吃完早餐以后，如果是工作2-3小时，动作适合动作以后，我一般会出去行路，因为我们行路对眼神改好啦，下晝嘅話咯，如還把會去我哋呢樓當方嘅健身房去做個基本的叫做重訓，那麼如一些有氧的一些運動禮拜一到禮拜五，我都有你也還把做某個方面的運動，泰國有一天呢嘅係我話會有融入如講像瑜伽伸展方面的，那麼如講從跳舞這方面因為也全部不一樣嘅運動嘅方式，但是對於眼神、身心各方面有不同的效果。但是按你談方咧，其實更加地步有幾多係有關於運動嘅部分。唔知個因為講運動對於我哋講差唔多到退休嘅人嚟講，係一個幾重要嘅一個項目咧。絕對幾重要嘅，因為更加嗰度嘅研究嘛，發現到如講。一般那個靠吃嘅補品嘅東西，全部都冇效嘅。最有效嘅方式，譬如講我們保持人嘅身心的健康譬如講延緩老化，還冇如講我們不要失智，還冇如講把它過肥什麼之類的，那個全部呢，如果同人嘅生活習慣要有關聯如果除了人嘅吃的東西，唔吃的東西我可以健康以外。嘛運動輕重要，但是我哋一般人嘅運動唔係講一天都要舉重，係冇到做過激烈運動，然後運動唔係，到運動嘅話，唔係要融合某一樣嘅程度嘅，有的會重訓練肌肉，有的是像跑步或者是慢跑，係冇如訓練人心肺功能的，對，那有的像伸展那方面也很好，因為跟人嘅筋骨那個地方有些時候會比較繃緊，這時候要用瑜伽或者是一些伸展操，嗰種下面的話要融合某一種的方式的這種的運動，讓人的身體的機能能夠保持最佳的狀態，安尼法呢，你就可以延緩嘅失智，然後唔可以嗰度偏痛啦。因為幾多人講到講退休後嘅生活大部分人都講去散步去爬山但是唔頭都有講到一啲我哋講嘅重量訓練。你做乜嘅講我哋退休以後，我哋講人到中年以後，而話做重量訓練呀部分的運動咯。因為嘅肌肉佢可能沒有去好好運動嘅話，好像每年如果減少1%，咁你想，咁健康人嘅話，60歲退休到90歲。有30年的時間，咁人家肌肉如大部分你沒有真的講去用移嘅話，一路流失個腳。但是我講平常有行路有做家事你唔算你的用肌肉一件事情但是佢只是maintain，只是維持個基本的，但是還是會慢慢的萎縮。所以適度的還是要去做一些重訓。等於如果用一啲重量去觸及表揚肌肉，這個可以去唔單止係維持，但是可以變成慢慢的變得過 tap， 冇如講變得量過大。因為其實而家嗰種常常會有人講肌少症，其實喺我哋呢人行到老年的時間最長。因為肌少症結果如果踢腳趾啦、彎倒啦，嗰件事情，嗰種唔係因為講其實一啲適量的重量訓練，其實對於我哋中年人來講嘅話，而啲維持生活嘅時間係一個幾好嘅運動。因為嗰度老人家為什麼我做下嘅行路彎倒去骨折以後，一面都面長風以後，身體就身體嘅情況下降的個腳，不是嗰種人到最後往生都是因為他有摔跤，然後臥床，然後之後就再也沒有起來過。不是呢，那路邊的講蠻年強時，就要把人家的骨本還有人家的肌肉就要訓練好，因為人家的肌肉是包在人家的骨骼的外面嘛，所以保護人家的骨骼，然後還有肌腱也要讓它如果夠強韌，安尼話呢，踢得比較
平衡感会比较好，比较不会摔倒。那摔倒以后，你至少有个肌肉保护它的话，也复原的会比较快。不是，其实是为了。比较好的走更远的路，跟生活品质，过活生活品质，过速如有安的一个运动。但其实天然也冇人讲，因为其实吼，那几多年我因为讲啊，而家都爱退休啊，工作啊安度10年，吼退休嘅，我要話我依啲工作，咁其實心情上我感覺到講會掙扎，唔係講我多到愛表現啊，或者某個事情，冇都講我以前嘅工作嘅時候，我想要偷一啲個簡單嘅工作。啊，你係咪對我哋觀眾朋友有乜嘅建議講？譬如講，睇下你愛退休嘅，但是又想要講感覺到講怪無聊嗬，還是可以尋一啲新嘅工作，嘅心態上面按樣去調整啊。因為我從到50-60歲嘅時間，如果考慮講，講我喺嗰種按腳退休嘅話，講我按長嘅退休生活，好，要做乜嘅事情，係嘛？迄唔係講冇一個明顯的目標嘅話，可能你就不會無聊。不像我們都，你還是要有一些乜嘅事情可以做，哈，你也可以做跟你volunteer， 就是說志工哈。喺冇如講，這個在前面的以前年輕時想要做，但是佢以前冇辦法做到嘅。啊，現在因為人嘅經濟能力可以，都可以去做。嗰陣我人節都很多，睇得我做嘅事情都，你這個有興趣嘅，喺你有興趣嘅事情嘅話，花嗰段時間，你都唔會變到講，佢係一個苦差事，係嘛？你唔會變到講，其實我係想做嘅事情，怪快樂㗎，睇得，我這個快樂喜歡做嘅事情。天然咯，如果要變到講有意義嘅事情，啊，做完以後咯，至少對一個社會對朋友，啊，這個變到講我做嘅事情都有意義，啊，安尼話咯，符合人兩個條件都可以。嗰種觀眾朋友看今日節目，我們發現到講，其實退休啊，嗬，唔係一啲工作嘅結束，退休可能係一啲新嘅工作嘅開始哦。今日我感謝休息隊來講嚟現場，同我哋分享很多以下故事。哦，嘛係感謝主持人，嘛係感謝大家。休息下喎，再聽下啲聲音來強化運動哦。我看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